Hello，大家好，我叫 Maggie。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Shopify 呢個全球性嘅知名電商同我哋 Nest 公司有咩區別。咁大家都知道 Shopify 係一個全球性嘅知名電商啦，咁佢就可以幫你將你嘅商品咧賣到去全球唔同嘅地方。咁 Nest 點解叫本地站咧？咁我哋嘅初衷咧就係為幫助本地多倫多嘅一啲小商家啦、初創企業啦，幫佢哋將佢哋嘅產品咧喺網上多開一間店，跟住多讓佢哋去售賣佢哋嘅商品而賺到錢。OK，咁大家都知道啦，再開一間實體店咧，其實佢需要嘅成本咧非常之高。除咗有人工成本、店鋪成本，仲有裝修成本等等啦。咁佢哋加起身可能從幾千到幾十萬不等。咁喺呢種情況下咧，呢個成本咧，呢個沉沒成本咧，對商家嚟講咧係非常之承受唔住嘅。咁咧，另外咧，如果你選擇喺一個人流量唔大嘅地方，冇生意冷淡嘅話咧，咁你都會好擔心啊，下個月、下一年我究竟可唔可以繼續開到落去？所以咧，你就需要一個網上嘅商店嚟幫你24小時唔間斷咁賺錢。所以咧，就有我哋 Nest 嘅初衷啦。你已經有一間店，跟住咧你就想再賺多一啲，又唔想使錢去租鋪，又唔想使錢去請人，又唔需要去租倉庫去管庫存。咁你咧唔係要全球開，而係要本地去多賺。咁我哋 Nest 咧就係專門為咗呢個初衷嚟而為你搭建嘅平台。OK，咁講到成本咯喎，咁自然係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啦。今日咧我就唔會同大家講技術操作有幾方便，有幾複雜。咁我今日嚟就係對比一下成本。咁大家可以睇到呢個屏幕啦。Shopify 佢建站咧，就從500到3000蚊不等嘅。咁如果你想越精美、越精緻、越美觀、越時尚，咁使嘅錢自然就越多嚇。咁而用我哋 Nest 嘅平台咧，199請我哋嘅設計師就可以一次性幫你設計出嚟，而且呢個價錢咧係一次性賣斷嘅，你唔需要再俾任何月費或者係其他費用。當然啦，咁我哋都會收取一個平台費嘅。咁呢個係大家都知道嘅一個運營規則啦。好似 Amazon 啊、Shopify 呢啲都會有月費。咁 Shopify 咧佢就係39到399不等。咁而我哋嘅平台每年先80蚊，其實相當於你 Shopify 2個月嘅平台費用，就等於我哋1年嘅平台費用，非常嘅划算啦。另外，信用卡手續費，咁我哋收嘅都係一模一樣嘅，呢個就冇必要再講啦。咁但係咧，注意嘅就係我哋可以有 EMT 呢個收款功能。咁如果使用 EMT 收款嘅話，咁我哋係收取零手續費嘅。當然啦，錢都唔會入我哋公司嘅帳，全部入你哋嘅帳，呢個你哋放心。最後咧就係平台嘅抽佣問題嚇。咁大家都知道喺 Shopify，無論 Shopify、淘寶、京東，亦係 Amazon，你上去買嘢喎，咁肯定要收你啲錢可能佢哋嘅意思就係作為乜嘢平台維護費啦。當然肯定唔係啦，就係想多賺你啲錢。咁我哋 Nest 咧就係0。OK，最後點解要揀我哋 Nest 咧？我哋 Nest 嘅操作咧，對比 Shopify 嚟講咧係非常之簡單方便。即使你係 IT 小白，即使你冇學過任何 coding，我哋平台咧都可以讓你非常之快嘅上架。咁正常嚟講，如果你產品資料非常齊全嘅情況下，你使用唔到30秒，你就可以上架你嘅商品，非常快。另外咧，我哋支持中文、英文、法語及其他語言，所以你唔需要擔心使用我哋嘅平台會因為語言不通而唔識去點樣操作。最後啦，我哋仲有個 AI 機器人嘅嵌入啦，佢就可以代替一個客服嘅角色，可以幫你24小時唔間斷咁幫你回答客戶嘅問題。
而且咧，因為我哋嘅初衷係為咗讓本地多倫多商家去多賺錢，所以咧我哋係會 support 有 pickup 呢個選擇嘅。pickup 嘅話就係商家可以將佢嘅商家地址放上去，咁到時客人一落單咯喎，咁佢就可以收到一個自取嘅地址，去到時自己去攞貨，揀任何時候去攞貨都 OK 嘅。OK。咁本地商家如果選擇咗我哋嘅話，佢係點樣一個收款以及發貨模式呢？首先，客戶上到我哋幫你搭建嘅網站去下單買嘢，咁系統咧就會自動接單，即刻將呢個收到 order 嘅郵件發送到去你嘅郵箱。咁你收到郵箱之後，你點擊郵件就可以睇到，客人究竟買咗乜嘢，咁你就可以開始備貨啦嘛。咁另外咧，如果你唔想請我哋設計師去 design 你個網站都唔緊要，因為我哋嘅平台一切都係以簡單好用為主，唔需要 coding。你唔請設計師，咁你俾80蚊一年，你自己上架就 OK 㗎啦。80蚊，講真嗰句，你喺多倫多食一次飯都要100蚊啦，係咪先？咁最後我哋嘅收款方式都非常之多啦。EMT 我哋唔收費錢，係直接入你個袋嘅。另外咧，我哋都支持微信同支付寶咧，可以方便你將你嘅商品賣俾一啲唔想碌信用卡啊，或者係想賣俾翻國內嘅客戶嘅。OK，所以咧，其實咧做生意嘅方式咧有好多種，睇下你會唔會付之行動咯。咁就睇下你究竟想以乜嘢嘅模式去做啦。所以咧，你可以揀我哋 Nest 嘅電商平台，即使落雨啊，即使有乜嘢唔好嘅天氣，你唔開店，你都可以喺手機上邊自動接單，客人咧自動落單，錢自然就會到你個賬戶上面啦。所以最後我祝大家賺到盆滿缽滿，拜拜。